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時代觀景，我係嚴福增。有好幾個月嘅時間咧，冇喺呢個平台上邊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同大家去重溫一段歷史，係關於香港大學嘅。港大創校嘅過程入邊，到底基督教同我哋發生咩關係呢？自從近代以嚟咧，喺中國基督教歷史上面，我哋都知道歐美嘅差會積極參與中國嘅教會嘅大學嘅創辦嚇。好多著名嘅基督教大學啊，包括咗燕京大學啊、聖約翰大學啊、嶺南大學等等咧，都成為咗中國好重要嘅高等學府嚇。咁睇翻香港啊，香港作為英國嘅殖民地嚇，殖民地所辦嘅第一間嘅高等學府係港大，喺1911年嘅時候咧係創校嘅嚇。根據大學條例喺11年嘅3月咧係成立嚇，然後1912年嘅3月咧係正式落成啟用嚇。回顧翻整個港大嘅歷史咧，我哋會見到嘅，你原來曾經喺到底香港大學嘅嗰個創校嘅理念同價值嚇係根據乜嘢咧？嚇，係咪應該以一個基督教大學嘅嗰個價值去創辦啦，抑或係一個嘅世俗嘅大學咧？呢個曾經引起咗啲唔同嘅討論嘅嚇。如果你睇翻1911年3月嘅大學條例咧，其實入邊好清楚説明咗嚇。喺香港嘅殖民地入邊咧，係建立一所大學嚇，要促進學術啦、藝術啦、科學同埋研究嚇，提供高等教育、授予學位，然後培育唔同嘅種族、國籍同埋宗教信仰嘅學生佢哋嘅品格嚇，並且咧係維持同鄰國中國嘅良好嘅關係。亦都喺大學條入邊咧，好清楚説明嚇，喺呢個大學入邊咧，其實係冇任何嘅國籍或者種族嘅嗰個嘅一啲嘅歧視喺入邊嚇，亦都包括咗咧係唔會融入或者加入任何一個宗教嘅元素喺入邊嚇，所以好清楚地，港大嘅創校咧，事實上並不是一所嘅基督教大學嚇。同喺中國嘅13所嘅教會大學咧，係走向一種唔同嘅一個嘅路線嚇。雖然係一個英國殖民地嘅大學，但係當時創辦嘅時候咧，事實上係冇建基喺一個嘅基督教嘅價值上邊嘅嚇。不過對呢個問題上邊咧，我哋會睇到咧，事實上當時有啲唔同嘅討論嘅嚇。當然我哋睇翻整個港大嘅創辦嘅重要嘅推動者咧，係港督盧押啊。佢好清楚地覺得咧，殖民地要辦呢間嘅大學咧，事實上係要培育人才，而呢個人才咧，唔單單係為殖民地嘅香港而設嘅，亦都係好強調為中國而立嚇。佢嘅夢想係要將港大打造成為遠東嘅牛津同埋劍橋嚇。所以喺今日嘅港大校園入邊咧，我哋會睇到，當時候盧押咧係喺呢個奠基時候咧所校舍所立嘅一個嘅碑石啊。然後港大嘅創校咧，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貢獻者喺經濟上咧係摩地一個祆教嘅信徒，係一個好著名嘅當時香港嘅商人啊。佢捐獻咗咧係1.8萬嘅英鎊咧，去興建整個校舍所以喺港大校入邊咧都會見到摩地嘅嗰個嘅雕像亦都有去肯定翻佢對港大嘅嗰個嘅貢獻嘅一個嘅碑石喺入邊啊作為一個祆教徒當然佢願意去捐獻呢個嘅大學亦都好明顯唔會覺得呢間係一個基督教嘅大學啦咁不過對於呢個嘅殖民地大學背後嗰個理念咧，喺當時嘅英國或者香港嘅教會領袖咧，事實上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嘅特別佢哋會覺得係咪應該加強翻基督教信仰嗰個嘅元素喺入邊咧喺英國方面咧，係艾希特教區嘅主教佢嘅名字咧係叫William Cecil，佢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係 Changing China 或者我哋稱之為改變中國啦佢好深信咧喺整個中國嘅改變變革嘅過程入邊咧基督教大學咧係要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嘅藉住教會辦學，特別係大學咧，
係去促成咧係人才嘅培育啦，以至到係基督化中國嘅一個嘅宏願嚇。建基喺呢個咁樣嘅信念上邊咧，所以咧係Cecile 主教咧去主張嚇香港呢個殖民地第一間嘅大學咧係應該咧係以基督教創校嘅嚇，係應該成為一間基督教嘅大學嘅，而並非咧係一個實用主義為導向嘅一間嘅大學嚟。好深信咧，科學先至可以掃除中國舊有嘅宗教嘅價值啊！如果冇其他嘅理想追求去取代咧，係危險嘅。而佢好深信呢個理想、呢個理念咧，肯定係應該建基喺基督教嘅價值上邊啊！咁所以咧，佢實際上當時係對於港大咧係有一個期望，希望係應該係一間基督教大學咁。當然呢個咁樣嘅理念，事實上喺頭先提及過港大重要嘅推動者盧押港督咧，佢並唔係咁樣去諗法㗎。對盧押嘅理念咧，佢認為咧港大應該係一間世俗大學嚇。嗱，不過容許咧係基督教嘅差會咧，可以喺社堂即係宿舍入邊咧，係發揮佢嘅作用啊！特別喺宿舍嘅嗰個生活上邊咧，係對學生係作出一種嘅道德嘅一種嘅培育嘅作用喺入邊啊！呢個我哋都熟悉喺港大嘅文化上邊咧，係社堂啊嗰啲科啊，事實上係好獨特嘅嚇。呢個可能係港大嘅特色嚟嘅嚇。傳統嘅社堂咧，特別我哋想強調嚇，同後來63年創辦嘅中文大學好唔同嚇。中文大學係以當時候創辦係以書院制度咧係作為佢嘅特色嘅嚇，而港大咧係有唔同嘅社堂啊，嗰啲嘅學生嘅宿舍嚇。嗯盧押認為佢覺得港大唔係一間教會大學，但係佢可以容許咧係教會喺社堂入邊咧去參與嚇。對於呢個咁嘅睇法咧，當時候嘅聖公會嘅維多利亞教區嘅主教咧倫義華咧，佢有少少保留嚇。佢認為你單靠社堂唔夠嘅嚇，即係港大到底邊個做校長咧嚇？乜嘢人做老師咧嗱？呢啲嘅重要嘅人士，佢哋到底係咪一個基督徒嚇？佢哋喺基督教信仰上邊嗰個嘅虔誠嘅態度係點樣咧？都係影響緊成個大學嘅發展嘅嚇。不過當然呢個係作為一個即係宗教領袖，佢有一個咁嘅睇法啦嚇。咁但係整個殖民地嘅喺當時候卻並唔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看見嚇。咁只係覺得教會可以喺社堂入邊咧，係發揮一種嘅宗教或者道德嘅培育嘅作用嚇。因此倫義華雖然佢有唔同嘅睇法，但係佢亦都覺得既然殖民地政府容許差會喺宿舍入邊發揮佢嘅作用，所以佢都支持呢個咁樣嘅計劃嚇。喺1912年嘅當時候嘅 China Mission Yearbook 上邊咧，倫義華就寫咗一篇嘅文章嚇，係就係叫做即係 Hong Kong University 嚇，即係就表達咗佢作為一個維多利亞教區嘅主教，佢對於整個港大教會嘅關係咧嗰個嘅睇法係點樣嚇？咁因為咁嘅緣故咧，所以我哋會睇翻喺港大嘅喺嘅發展過程入邊，特別去到戰前咧我哋會睇到咧聖公會啦、倫敦會啦、天主教嘅耶穌會同埋係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咧，喺唔同嘅年代咧，都參與咗喺唔同嘅嗰啲嘅宿舍嗰啲嘅社堂嘅嗰個嘅創建上邊嘅嚇。我哋試下逐一簡單嘅做一個嘅介紹啦。最早一批嘅社堂，1912年成立嘅就包括咗係聖約翰堂或者聖約翰宿舍嚇。咁呢個好明顯係由聖公會咧係所辦嘅嚇。咁我哋會睇翻早年嘅舊照片嚇，係亦都係一個好有特色嘅一座嘅建築物嚇。咁喺10年港大創校之後咧，佢哋開始錄取女生啦嚇。即係換句話講，喺港大創校頭嗰10年咧，實際上係一間男校嚟㗎嚇。喺1922年嘅時候咧，因為收錄咗首批嘅女學生啦，咁所以需要有女生嘅宿舍嚇。於是乎聖公會咧，亦都係支持咗係一個聖 Stephen's Hall 聖士提反宿舍咧嗰個嘅創辦嚇。
成為咗港大最早嘅一間嘅女宿舍嚇。去到戰後嘅時候咧，係聖約翰嘅宿舍同埋聖士提反宿舍咧就係、合併嚇。聖公會咧將佢重組成為聖約翰學院嚇。如果我哋睇翻今日嘅資料提及呢個聖約翰學院嘅嗰個嘅宿舍嘅嗰個社堂嘅格言咧係 All Through Him 嚇。咁呢句格言嘅嗰個嘅出處係相信係嚟自腓立比書4章13節嚇，靠着加給我力量嘅，凡事都能作啊。啊而聖約翰學院咧喺54年嘅時候咧，亦都成為咗港大第一間嘅男女生嘅宿舍嚇，因為佢正正係由兩間唔同嘅一間男生同埋女生宿舍咧係合併而成嚇。咁咁宿位亦都因為咁嘅重建嘅緣故啦嚇，亦都係有所增加嘅。咁而喺聖約翰學院入邊咧，事實上佢除咗係一個嘅宿舍之外咧，佢都曾經咧係有一段歷史咧係有神學院設立喺入邊嘅嚇。咁呢間神學院嘅名字咧就叫做香港協和神學院嚇。呢個名字正正亦都係承繼咗係1949年前咧喺中國嘅一種我哋稱之為差會合辦嘅協和神學院係 Union 即係一種唔同傳統合作辦神學教育嘅一個嘅模式嚟嘅嚇。1955年嘅時候咧，聖公會同埋衛理公會佢哋就合作喺香港辦咗協和神學院嚇。咁而呢個神學院嘅嗰個嘅所在地咧，就係喺頭先我哋所提及過嘅呢間嘅聖約翰嘅學院嘅呢個嘅位置入邊嚇。早年嘅畢業生咧，可以話係聖公會同埋衛理公會一啲嘅領袖啦，或者一啲牧者都係由協和所栽培嘅嚇。包括咗譬如我哋比較熟悉嘅聖公會葉西山牧師啦林宇星陳佐才牧師、劉允牧師等等嚇。而喺衛理公會方面咧，有徐連牧師啦，同埋董建德牧師咧，都係協和畢業嘅嚇。所以話咧，係協和亦都可以話係成為咗戰後香港一間好獨特嘅由兩個宗派差會傳統咧係所合作辦嘅一間嘅神學院嚇。咁當然去到70年代之後咧，呢個協和神學院亦都係即係停辦咗啦已經嚇。76年嘅時候咧，聖約翰學院就擴建嚇，希望能夠容納更加多嘅宿生嚇，因為個宿舍嘅缺乏啦嚇，咁所以咧係聖學院咧喺76年嘅時候擴建，當時睇翻教會嘅教聲啦嚇，由白楊學會督咧係主持一個動土禮嚇，咁當時整個嘅重建嘅嗰個藍圖嚇。而除咗聖公會之外，喺1913年嘅時候咧，倫敦會亦都係支持辦咗馬禮遜堂或者馬禮遜宿舍Morrison Hall 咁亦都係一個係我哋睇翻舊嘅照片啦，亦都係一個好古色古香好有特色嘅一座嘅宿舍咁亦都要提及咗馬禮遜堂嘅嗰個嘅格言咁係強調咧係即係 God helps those who work together to progress 即係上帝幫助我哋一齊去即係能夠係啊啊進步一齊取得一個嘅成長喺後邊除咗基督新教嘅聖公會同埋倫敦會之外咧，係天主教學嚟都參與咗港大嘅社堂嘅嗰個嘅創建咁1929年嘅時候咧就有Victory Hall 利瑪竇宿舍嘅嗰個嘅創辦利瑪竇宿舍嘅格言好獨特中文佢嘅翻譯係與為君子如無為小人如呢個好似乎好符合翻耶穌會嘅嗰個嘅理念喺中國天主教嘅歷史上邊，我哋都知道耶穌會特別係利瑪竇係一個致力於即係融合天主教信仰同埋係儒家傳統嘅一個好重要嘅傳教士咁所以喺耶穌會喺利瑪竇嘅呢個宿舍入邊咧，個格言都提及咗儒呢個嘅概念君子儒即係一個嘅表述喺入邊咁後來去到39年嘅時候咧，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咧，亦都喺校園以外亦都捐獻咗一座建築物俾港大作為一個嘅女生嘅宿舍咁名稱咧就叫聖母堂著名嘅文學家張愛玲喺啊港大讀書嘅時候咧，佢所入住嘅嗰個嘅宿舍咧就係聖母堂啦。咁我哋會睇港大嘅 archive 入邊可以睇翻下當時候嘅女修會一封嘅信啦呢封信提及咗佢哋願意將呢座嘅建築物咧係捐獻俾港大作為宿舍嘅用途咁當然時移世易啦即係隨住時代嘅發展舊有嘅建築物好有特色、古色古香，但係面對空間嘅缺乏亦都先後咧係拆卸重建到今日喺港大嘅校園入邊咧，仍然維持落嚟嘅就係頭先提及過嘅聖約翰學院啦，馬禮遜堂同埋係 Victory Hall 利瑪竇宿舍咁仍然從佢哋名字上邊咧，我哋可以睇到咧係昔日基督宗教參與喺港大嘅嗰個社堂文化上邊嘅嗰個嘅痕跡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要到底即係了解翻，即係呢啲唔同嘅差會同修會喺社堂嘅嗰個嘅管理上邊，到底參與係點樣？喺宿舍嘅嗰個生活上邊，到底宗教嘅角色元素係點樣咧？呢個似乎係需要咧係做好多唔同嘅一啲進一步嘅研究嘅即係特別係可能需要了解翻即係當時嗰個嘅。有冇檔案留低，有冇文獻留低，或者係甚至乎需要做啲口述歷史先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底呢個嘅基督宗教喺港大嘅社堂文化上邊曾經發揮過啲乜嘢嘅作用係咪真係好似最初所講一種嘅道德嘅規範到底點樣去建基喺基督教嘅價值上邊去塑造嗰啲嘅學生咧呢方面咧？可能真係需要咧係進一步嘅研究先知道最後啦，由於191年港大創辦嘅時候，佢哋決定咗並不是一所嘅基督教嘅大學咁所以咧香港第一間嘅基督教大學咧係要延到1951年戰後，特別1949年中國嘅大變故、大變革之後教會領袖因為中國嘅高等教育13所嘅教會大學面對嘅危機佢哋決定喺香港咧係創辦一所嘅基督教大學，稱之為崇基學院崇奉基督咁咧就係成為咗香港第一間嘅教會大學當然，呢間嘅教會大學嘅歷史唔係好長啦除咗1963年係中文大學成立，然後採用書院制崇基學院加入咗中文大學成為創校書院咁咧就崇基學院亦都係由一個嘅私立嘅基督教大學咧，係改變成為咗香港嘅公立大學嘅一部分喺之前，我曾經喺一集嘅時代觀景嘅上邊咧，都同大家講過係關於係崇基學院嘅嗰個嘅歷史，有興趣大家可以揾翻嚟睇一睇所以今日好簡單同大家回顧呢段嘅歷史特別係我哋會睇翻咧係港大創辦嘅時候嗰個嘅價值係建基喺乜嘢嘅理念上邊然後基督宗教可以喺社堂上邊點樣去參與港大嘅嗰個嘅發展今集嘅時代觀景咧就嚟到呢度我哋下一次有機會再見